你放心吧，我会调查清楚的。王侦探，就这样就可以了吗？你放心吧，南宫小姐，我会尽快展开调查的。不过在调查过程中，免不了请您给我们配合。那照目前情况来看，我男朋友的案子不是意外的可能性有多大？可能性有多大，目前还不好说。这个案子存在很多的疑点，但是有一点可以确认，那就是南宫小姐刚才给我的这些资料，那些照片都是被人动过手脚了。不管这些资料是否是真的，那个女人跟这个案子肯定脱不了关系。西城，躺在你身边的人终于是我了。我等这一刻等得太久太久了，我都迫不及待想看到你明天早上醒来的样子。锦溪，锦溪，你不要离开我好不好？西城，我是锦溪，你在？西城，你醒了？你怎么会在我房间？啊！西城，你怎么了？我问你，你怎么会在我房间？你好好看看，这里是我的房间，是你昨天主动找我的。西城，你怎么喝成这样？锦溪，锦溪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这肯定是你故意的，苏妍希，我告诉你，这肯定又是你的阴谋诡计，我是不会上你的当的。还有，我告诉你，如果这件事让第三个人知道，我一定饶不了你。那就由不得你了。怎么样啊？不吃不喝，不吵不闹。苏妍希，不能这样对自己啊！啊！我死也不会让你用我去威胁顾西城的。你不能死啊！你怎么能死呢？这个时候你可不能死。来，喝点水。哎，乖。那我就让你生不如死。他交给你们了，只要别让他死，怎么着都可以。
又没吃。少爷每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，也不怎么吃东西，这都多久了呀？哎呀，少爷从国外回来以后，听说少夫人离家出走了，这人就像疯了似的，每天不停地找啊。公司的事儿再也没管过，也没去过。那有少夫人的消息了吗？国内啊，基本上是找遍了，也不见踪影。想着是不是出国了，可一查出境记录吧，也没有少夫人的名字。哎呦，就像人间蒸发了似的。方叔，我听说少爷之前在国外也出过一点事情，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？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不要在背后乱叫舌根子，你让老夫人听见了，这个家你就待不了了。我也只是说说嘛，老夫人她也没有准备要回来啊。谁说老夫人没准备回来呀？家里出了这么多事儿，她在外边能待得住？少爷，少爷，你是不是饿了？要不我给你下碗面条。我的酒呢？少爷，这里的酒都让你给喝光了，你还是不要喝酒了，喝酒多伤身体啊！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把它摆满。少爷，老夫人就要回来了，您再这么下去，让她看见了怎么办？少爷，少爷，方叔，这几个月下来，您查的怎么样了？您是说，这个叫苏妍希的女人可能被绑架了？从她短时间和后一段时间的行踪来看，确实很有这个可能。那她是不是害我男朋友的人？有可能是她。早知道这样，当初。